各位中六嘅同學，大家好！又到你哋 DSE 嘅時候啦。喺呢度咧，校長祝福你哋咧喺 DSE 裏邊順順利利，旗開得勝。最緊要保持自己嘅熱情，相信你哋咧一定做得到嘅。加油啊！盡力就好，無論結果係點樣，你哋都係我哋嘅驕傲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，同學仔加油！各位中六嘅同學仔，祝你哋前程似錦，大展宏圖 ，DSE 順利，科科五星星。各位中六嘅同學，我知你將會面對一個嘅公開試，不過唔使太過擔憂喎，你只需要盡力去做就可以㗎啦。活好當下，加油努力！我祝今年中六嘅同學 DSE 逢考必過 ，DSE 上岸。各位同學，知道你哋辛苦咗好耐啦，仲有2個月，加油啊各位！新嘅一年係馬年啊，祝各位馬到功成 ，DSE 順順利利，加油！好，咁咧中六啦，大家其實應該咧係智商最高嘅一年嘅，我相信，因為我曾經都係，咁所以咧相信大家一定得嘅。讀書好辛苦，但係讀完書之後，你哋就可以自由啦，加油！各位中六嘅同學仔 ，DSE 就快到啦，你哋要全力以赴，做到最好，加油！咁多位中六同學，大家好啊！嚟到最後直路啦，大家最緊要做好準備，入到試場咧就唔使怯噶啦，同埋身體健康，沈中人加油啊！咦，黃 Sir 你咁忙做緊啲咩啊？係啊，我喺度做緊阿盧 Sir 精心炮製嘅筆記啊！聽講做完之後咧 ，DSE 數學一定合格啦！咦，盧 Sir 你又睇緊啲乜嘢啊？咁我睇緊阿黃 Sir 嘅精讀筆記，聽講讀完之後可以到5星星喎。中六嘅同學仔就嚟考 DSE 啦，記得俾心機溫習啊！除咗溫習之外，咁記得保重身體啦。咁如果壓力太大嘅話，咁記得去做運動啦。咁啊，以最佳嘅狀態去應考。最後送一句格言俾大家啦，就係不求與人相比，但求超越自己。相信自己，你一定會做得到嘅。加油！祝中六同學全力以赴，百戰百勝，順順利利。係 ，Hello 各位中六嘅同學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劉 Sir 啊，希望你今年 DSE 俾心機考好佢，知唔知啊？俾心機 ，yes！ 各位中六級嘅同學，由中4見到你哋咁貪玩，去到依家越嚟越認真啦。咁我期望大家喺 DSE 咧會更努力，咁我對大家有信心嘅，希望你哋都對自己有信心，加油！各位老師班嘅同學，眨下眼呢，而家又輪到大家咧畢業啦。咁我知咧文憑試咧係為大家帶嚟咗好大嘅壓力，咁期望同學咧係能夠將呢個壓力咧轉化成為動力，咁然後咧推動自己向前。咁同學咧記住啦，咁總之咧唔好放慢腳步，全力以赴。然後跟住咧就係俾啲心機讀書，考好文憑試，咁咧就大家應該會有咧好嘅收穫㗎啦。咁希望同學咧喺文憑試裏面咧能夠得到咧理想嘅成績。咁同埋咧放榜嗰日，同學能夠咧係收穫到一張咧好亮麗嘅成績表，咁到時咧係開開心心咁樣去展開你哋咧學習上面新嘅一頁。全力以赴，做到最好，同學們加油！好，各位中六同學加油啊！嚟緊考 DSE 啊，希望你哋咧個個都可以金榜題名，考到好嘅成績。希望你哋咧嚟緊畢業之後咧有好嘅出路，希望可以未來你哋畢咗業之後翻嚟揾我哋，再探望我哋啦。中六嘅同學終於嚟到 DSE 啦，大家加油啊！特別陳路俊同埋黎明同學，你哋要俾心機啊！咁當然就係我啲排球 BB 小雲同 Yuki 啦，你都俾心機啊！最後衝刺啦，加油！時間咧就唔等人嘅，過去咗咧就冇得再搞噶啦。咁嗱，我哋可以把握住嚟緊剩翻嘅個半月時間嚇，要追嘅話咧，仲係追到嘅。咁啊，成績越好嘅話咧，無論你將來工作啊或者係升學咧，個選擇都越多嘅。咁啊，其實1個禮拜前嘅今日係立春嘅時間，已經進入咗火馬年啦。所以咧，我喺度祝大家咧嘅 DSE 成績咧紅紅火火，馬到功成。浩康啊！中六嘅師兄師姐就嚟考 DSE 咯喎，你有咩説話想同佢哋講啊？我會想同啲師兄師姐講，你哋唔係一個窿。嚇？你講緊啲咩啊？點解我聽唔明嘅？我明啊，浩康嘅意思係 You are not alone。冇錯，其實中六啲師兄師姐，你哋並唔係孤單嘅。雖然知道你哋準備公開試嘅壓力都唔細，但係我哋沈中人會喺背後默默嘅支持你哋，同埋陪伴你哋。冇錯啊！中六嘅同學記得博盡無悔，一定得。
加油！中六的師兄師姐們 DSE 考試加油！祝中六的師兄師姐前程似錦，考試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加油！祝學長學姐金榜題名，DSE 加油！好希望各位考 DSE 嘅同學啦，都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。祝中六嘅師兄師姐逢考必過。祝各位師兄師姐喺 DSE 旗開得勝，金榜題名，逢考必過。祝咁多位師兄師姐考試順利。祝各位師兄師姐全力以赴。祝師姐 DSE 加油！祝師兄師姐逢考必過 DSE 上岸。祝師兄師姐北風所至，身之所向。祝師兄師姐考 DSE 旗開得勝，金榜題名。竭盡所能，搏盡無悔。中六嘅同學仔，你哋加油啊！我相信你哋，你哋都相信自己。Hello， 各位中六嘅同學，路唔止係得一條㗎，緊握拳頭撐落去啊！我哋會不停為你打氣。係各位中六嘅同學，今年嘅文憑試全力以赴就可以啦嚇！各位中六嘅同學，努力加油！你哋一定得。中六嘅同學仔，小食部姨姨支持你，加油啊！